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回真的是恒大清盘，恒大地产集团被裁定清算。网上流传的是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月03破857号之一，它这个破字头的就是破产。根据网传的裁定书，最后写到本院认为，看法院就是这样，不管你法律法条是什么东西，最后叫本院认为，经核查，全体债权人对恒大地产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债权表所记载的债权均无异议，债务人亦无异议，管理人申请本院对该债权表记载的债权进行确认，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8条第2款的规定，裁定如下：确认深圳市英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264家债权人的债权。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本院于2025年12月5日裁定受理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清算组为管理人。2026年3月10日，管理人请求本院裁定确认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表记载的债权，这里面债权里面有税款债权、社保债权、有财产担保债权、普通债权，他们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什么意思？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恒大地产集团破产清算，大家知道吧？这个我们说的中国恒大，那一般指的是在香港上市的那个中国恒大，但是它在国内的业务主体叫恒大地产集团。你看中国恒大在香港也在破产，叫清盘呈请，香港的高院正在这个也是这个叫什么清盘人到处追查许家印的财产。那国内的恒大地产集团也在破产清算，彻底的恒大以后就没有了，实体上就注销了，清算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它不是破产重整，顶多再过1年，恒大地产集团破产清算就结束了。这个也符合咱们以前的判断。恒大暴雷的时候，咱们说过，一般的恐怕要到3年以后破产清算，再有个2年能清算完成，整个的恒大就没了。这个徐老板白忙一场。现在就看徐老板境外的资产，恒大那些债权人能不能把他追回来。如果徐老板境外的资产，对吧，他媳妇他前妻的资产被债权人追回，那徐老板基本上就是白忙，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白忙一场，自己落得一个蹬缝纫机锻炼身体健身。说到恒大地产集团的清算，正好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好像对我们的房地产也有一些看法，它的里面的很多观点加速出清。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建言中国房地产。什么建言呢？叫加快缺乏可持续经营开发商有序退出，并允许房价更灵活调整。什么叫有序退出呢？实际上就是让这些房企扛不住了就破产，市场化法治化，赶紧别这么耗着拖着谁也走不动，不如早点有序退出。他的观点怎么说呢？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于3月22号到23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丹卡茨出席并演讲。丹卡茨说，过去几十年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冲击面前展现出了韧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私人部门的适应能力，也就是民营企业适应性比较强。展望未来，让市场力量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望为这种韧性提供更深厚、更持久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仍然面临多项重大挑战，因此他强调开展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些都是片儿汤话，没毛病啊。丹卡茨指出，中国可通过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对预防性储蓄的激励，进一步扩大消费和国内需求，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呀，尤其是服务需求。为此，中国需要将资源从产业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逐步转移出来，投向更多的社保体系项目。没毛病。
那些不赚钱的项目少投，什么大基建什么的，你把这钱多往民生项目，完善社保体系，就这意思啊。那些产业补贴少补点了，你补出来产能过剩，并且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以此增强居民信心，从而促进人们多消费少储蓄。这些观点大家这么认为。此外，中国还需要将税收负担从已承受较高税负的中等收入群体更多转向高收入群体，同时减少企业税收减免。这个说的也对，这个不是上海财经大学那个叫刘元春，他不说了吗？叫什么强政府、富企业、弱居民。丹卡茨他说，你不要像那些中等收入的，就是中产阶级啊，不要说太多的税了，把这税要向那些富人收。他表示，提高生产率是改革工作中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在这一领域更深入的开展市场化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以便引导资源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在他看来，3大改革支柱尤为关键。哪3大支柱呢？第一个，他说应继续为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丹卡斯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显示，他说缩减针对特定企业和行业的优惠待遇，可能使整体生产率提高1个百分点，从而将中国 GDP 水平提升多达2个百分点，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私人企业、中小企业乃至外资企业都能够公平开展竞争，这是推动创新和提升生产力的关键。这将提高收入水平，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说白了，就是国企垄断部门要让民营企业，要让外企能够公平竞争。你比如电信等等。第二个说，进一步依靠市场化定价。丹卡斯强调，在任何经济体中，最关键的价格之一是资本的成本，就是资金成本，它决定着投资的决策，影响着资源的流向。通过市场化改革，使更大比例的资金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以及减少过度生产的激励，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储蓄资源。这里面就重点提到了，在房地产领域加快缺乏可持续经营开发商的有序退出，并允许住房价格更灵活的调整，将有助于消化积压的库存，恢复居民的企业信心。什么意思？它第二个支柱就是在房地产这一块啊，一个要让那些僵尸房企，对吧？缺乏可持续经营的房企赶紧退出，说白了就是破产清算呗，该破产破产，该重整重整，要快。你比如万科，你这么耗着干什么？越耗举报的越多，麻烦事越多，下面的供应商、下面合作伙伴那都是着急，那下还有机智的员工，你早点清算，让大家轻装上阵。你这么耗的。第二个就是允许住房价格更灵活的调整，有助于消化积压的库存。什么意思啊？就赶紧降价，不要再剩着了。你房价该降到韭菜买得起，大家都买，把你库存赶紧消化掉。那消库存的过程，实际上就好的企业就要倒闭，因为那肯定降得很厉害啊。你不降得厉害，谁买？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房企扛不住，也得黄。那你该黄就得黄，就这意思。你这样库存一去掉，轻装上阵，该买单的就得买单。谁让你赌错了？谁让你把钱借给万科？现在还不了，那只能还给你1%。就刚才的恒大地产破产啊，那么多债权，到时候能还多少？他还有第三个，咱就不说了。总之说的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丹卡兹最后总结，他说，市场力量是开启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所在。国家的角色要随之转变，政府不应再投资导向特定产业，而是应营造有利于私人部门创新的制度环境，并让市场力量引导中国庞大的资源流向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领域。这一转型将促进中国自身发展。不仅如此，在一个快速变化、冲击频发、急需持久活力与稳定的世界中，这一转型也将惠及我们所有人，惠及全球。这是丹卡斯说的。我觉得丹卡斯说的没毛病，他主基调是让市场来进行资源分配，政府少干预，让那个已经没有持续经营能力的房企赶紧破产。谁不让他破产？那就是地方政府他不愿意，老想保。第三个就是让房价
赶紧下跌，不能老地方政府不让跌，韭菜就不买的库存就消化不掉，放在那放着，所有人都活不好。所以说，我们把丹卡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主席总结一下：关于房地产，该破产的赶紧破产，该降价的赶紧降价，不要再剩着了，让市场来起资源配置作用。好了，这个观点没什么毛病。结果这个观点得罪了这个经济学家马关元。马关元的评论是：别听这些傻子的，这些人压根不懂得中国市场发生了什么，就指手画脚。当年很多国家听了他们都倒霉，而中国一直没听他们的，才有今天的发展。这个马关元不知道为啥生气，说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丹卡茨说的是傻子，或许是这个主席说房价还要下跌，让它跌，开发商让它破产，不触动了经济学家的利益啊，所以经济学家很生气，他就一直主张救市，房价要涨不能跌，你这个让它房价硬跌净跌，这个房价是涨是跌还得看韭菜收入。你要想现在把房子卖掉去库存，你这么高的价格卖给韭菜是吗？韭菜没钱，一边想去库存，一边也不想降价，那你怎么办？那就政府买，政府有钱吗？政府买完干什么？我们再看条新闻，你就知道为什么要搞破产重整了。有一家上市公司叫帝欧水华，这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媒体报道，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月21日表示，他不知道这公司是干什么的，反正跟房地产有关。他接受万科、碧桂园、龙湖集团等多家房企以房抵债，用于偿还这些房企拖欠帝欧水华的1.55亿元人民币的债务。21日，帝欧水华在发表关于公司接受非现金资产抵债的公告中表示，同意公司接受非现金资产抵债，债务人以其已建成的或在建商品房（含住宅、商铺、公寓、停车位）合计1.6亿，用于抵偿其所欠公司货款，这就是以房抵债。为什么会出现以房抵债呢？本来应该是万科给人家现金，对不对？结果万科没有现金，因为他房子卖不掉，只能给房子给你。那这个帝欧水华拿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呢？要么就卖，他也卖不掉，那就他得把这房子再抵给他的供应商，因为他也跟别人结账啊。你看，这就回到了30年前，应该40年前，三角债。有些年纪大一点的网友应该知道什么叫三角债，又回到那个时候了。这个现象是非常可怕的。什么叫可怕？因为30-40年前那个三角债你还能理解，因为那个时候咱们货币总量才多少 ，M2 没多少。现在的 M2 是350万亿，钱是大把的，不是没有钱，钱是大把的在银行躺着。但是这边呢，大家之间交易是靠房子、靠实物。你不管怎么说，是不是经济运行出了问题了？这问题很严重。一边是大量的现金 ，M2 货币超发，对吧？350万亿在银行里空转，一边是企业之间没现金，靠以物抵债、以房抵债。以后汽车企业生产汽车的拿车子抵债，生产房子拿房子抵债，不就这么个现象吗？生产卫生纸的以后拿卫生纸抵债，这样下去，那你说经济怎么运行？那边还得不停的发货币，关键他以房抵债的企业，你说万科、碧桂园咱能理解，反正都爆雷了嘛，没钱，连龙湖也以房抵债，说明龙湖的房子也卖不掉，那是不是说明龙湖也够呛了？龙湖都没现金吗？公告表示，此次以房抵债的房企包括万科、碧桂园、龙湖集团、华夏幸福、广州富力、北京华远。北京华远是国企，国企没钱吗？成都新希望也没钱吗？19家房企，你说碧桂园、万科没钱，咱能理解对吧？它已经爆雷了吗？北京华远，那我记得是西城区的国企也没钱吗？龙湖集团这不是当红榨汁机吗？不是还赚钱的吗？怎么他也没钱付？所以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关键是帝欧水华他搞这么多房子去干啥？他上面还有很多应付账款他付不了，也就是他还欠别人钱，那怎么办？这房子那只能往下抵，再抵给上游。所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副主席说的是对的，你这些房企该破产赶紧破掉，你一破掉，你的债下面你那个应付账款人家就只能清零了，那人家能扛得住他就不破产，下面什么帝欧说扛不住的，那他也只能破。大家不要互相欠着，谁都干不好。
我们再看有个专家，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老师今天发了个微博，他说未来楼市有8大趋势。哪8大趋势？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调控从收紧全面转向放松。第二个，限购措施将全面退出，这些都没问题。第三个，城市更新迎来黄金期，我觉得打个问号，别动不动就什么黄金期，更新不要钱吗？谁买单？过去城市更新，那因为我这房子一改造之后，它马上就升值了，一下我现在值300万，一改造完之后能值800万，我只要再掏50万、100万，它就能值800万，那我愿意，没什么不愿意的。但是现在问题是，我还要掏100万。这房子更新完之后，它到底能值多少钱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要掏这100万？再说我现在挣这100万也不容易，这我要掏钱的，那我不如不动，对不对？你更新啥呀？我不同意，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专家他还不考虑市场，他这个逻辑还是那种楼市火爆的时候那种逻辑啊，来考虑问题。第四个，他是房地产新模式加速落地，什么新模式咱也不知道，反正你随便叫。第五个是住房保障体系深化，人房地钱联动。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有啥用？第六个是好房子时代到来。当前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40平方米，套户比 1.07， 居民住房问题已从有没有转向好，这个都是那种在楼市爆火的这种逻辑下，这种固定思维，他没考虑到大家下降，收入下降，大家换房的这种愿望欲望就被压制了，没钱，你想什么？现在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还很多人没房子的，还没买房子，你就让人家转向好不好？第七个，他说闲置资产迎盘活机会，商品房收储成重中之重，这个就是一厢情愿了。地方政府有钱，那首先是发工资，各种急难愁盼的事都要花钱，政府拿着钱去收房子，2万一平收来，1万一平卖给做保障房。这是反人性的。完了之后，你这个房子你把收来，你又给廉租房，廉租房什么意思？那肯定租售比非常不合适，要不然怎么叫廉租房？租售比不合适，就导致你这政府把房子收在手上，你那靠租金，你不要说这个银行利息了，你那几个人都养不活。这个专家就是一厢情愿，政府一定会热烈响应，高喊口号，雷声大，但是雨点小。他到年底一看，没收几套，这么多年以来大家都看到了吗？是吧？各个地方政府不是有什么以旧换新，那不是搞得也是轰轰烈烈吗？以旧换新，你看看哪个地方能一共换了几套？上海收购什么4环什么400万以下的是吧？那种浦东区还有哪个区2个区的房子老破小，那现在一共收了多少套？为啥不说说？任泽平说，第8个，风险将逐步出清，市场回归健康。这个风险出清还早着呢。任泽平老师鼓吹的水牛，对吧？信心牛，大牛市。不知道他有没有赚到钱呢？这接连几根大绿棒子是吧？不知道任泽平老师现在这个收益如何啊？不是，现在是被按在地上拿刀捅放血，想跑都跑不了，关门打狗，这叫关门割韭菜。又有专家说，新浪财经报道说，王辉耀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他说促进农村消费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推动宅基地流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3月22号至3月23号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哥们也是这个论坛上发言的，这个叫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在与新浪财经对话时表示，过去的提振消费措施如以旧换新和电器淘汰等政策效果不错。此外，他认为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升广大农村地区消费能力，尤其是3亿农民工群体，通过让他们宅基地流转起来，甚至可以交易转让，赋予他们产权，有助于增强他们在城市的消费信心和能力，进而促进整体消费市场的繁荣。王辉耀还表示促进农村消费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推动宅基地流转，这是最大的蛋糕和基础设施建设方向。通过宅基地流转，农民工可以购买城市二手房，实现消费升级，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城镇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此外，他还表示，房地产行业可以为农村发展做准备，比如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房产，参与建设美丽乡村，这样既能够提升农村的城镇化消费水平，
也能让城市与农村要素自由流动，创造更多价值。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他这个观点跟咱们观点不是一样的吗？咱们几年前就说了，要想让农民富起来，把农民的宅基地还给农民，当成农民的财产，可以流转，可以交易。什么啊？城市居民可以到农村买房，就是胡锡进老师到农村去买一块宅基地，盖个3层楼别墅，修得像皇宫一样的。完了，胡锡进老师他喜欢叫什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什么田园生活、田园风光，拍照。那他得请几个人给他种地，他种菜园，一种4亩地，搞2个大棚，那叫建设美丽乡村。人家也不靠这赚钱，人家靠这个是陶冶情操。他的退休金3万，完全可以支撑他的收入，他的做自媒体，对不对？关键他可以带动很多人就业，那当地老太太给他种地，帮他打理，这不就是建设美丽乡村吗？但是有很多人不同意，很多人说，农民把宅基地一卖，农民就没地方住了。农民把宅基地卖了，那农民以后怎么办？反正我到现在为止，我没看见我们那个村有人没地方住的，我只看到好多宅基地完全荒废，房倒屋塌，人去楼空，宅基地就荒在那儿。如果宅基地是人家的，他可以卖，那他至少到城里面去，这些人都进城了。如果宅基地是一笔钱，5万8万的，人家得到这5万8万，他在城里面，他是不是可以住得更好一点，生活得更好一点，消费是不是好一点？但是他就是不愿意，美其名曰这个农民的宅基地不能卖，一买卖的农民就没地了，失地农民就没地方住。我到现在没见到什么农民没地方住的，我只见到宅基地荒废，房子倒了，都是这些人都进城了，在城里买了房子，在城里住着，农村宅基地全荒。那房子就这样，尤其农村的房子质量也不是特别好，只要没人住，只要没人维持，它很快就塌。院子里长满了草，那动物就跑进去了，要不了多少年，风吹日晒的，这整个房子就垮下去了，宅基地就荒在那儿，野草丛生。有很多对农村一点都不了解的人，他是城里人，他特别反对农村的宅基地流转，理由就是农民一旦没了宅基地，他就得睡大街。这个专家提了有什么用呢？我记得去年农业农村部是不是3令5申的，不准老干部下乡买地买宅基地，不准城里人下乡买地，严禁城里人去买地。你想城里人不去买地，你靠农民之间交易，那地价就被限制了。而且现在很多地方农民之间他是规定你是本村或者本镇的才能交易，那你说本镇谁买？买也给不了价钱，价钱上不去。只有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人，人家消费得起，有钱。实际上为什么他反对这个宅基地流转？因为宅基地不流转，那以后这村长书记他就有机会上下其手，他来流转，反正是集体的，对不对？有很多人根本就不懂，宅基地现在是集体的，不是你们家的。如果确权给你们家的，才是你们家的，确权是你们家就能流转。但是好多人就反对，不能确权，一旦确权给农民，农民就要卖，农民一卖，农民就没地方住。所以说专家提这个建议也没用，白搭。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前2月全国卖地收入。2020年前2月2021年前2月全国卖地收入连续2年突破1万亿元后，就是2个月，5年前前2个月连续2年突破1万亿后，2022年前2个月首次跌破8000亿，2023年前2个月到2024年前2个月首次跌破6000亿，2025年前2个月跌破5000亿，2026年前2个月跌破4000亿元。2020年前2个月全国卖地收入3547亿元，那跟这个5年前比1万亿以上，对吧？现在只有3500亿，这少的6500亿，这地方政府日子怎么过？土地与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全国总税收10%以上。2020年前2个月全国房地产收入6465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2万亿元的14.6%。房地产收入占财政收入占比是越来越低。前2个月2021年到2025年分别为57%、53%、42%、35%、30.1%、33%，也就是一路下滑。从2021年开始，卖地收入是一路下滑，卖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占比也是一路下滑。这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的，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在下降，
但是你的开支是不能降的，小孩上学、老人看病、车贷、房贷、吃饭，你收入降得这么厉害，你说怎么办？日子就越来越难过，只能勒紧裤腰带，对吧？家庭也是这样，勒紧裤腰带，那政府也一样，过紧日子。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